到33題，我會見到有 intercept 啦，12同2，咁我就用 intercept form 去寫翻條式出嚟。咁跟住我想令到個 base 一樣，咁譬如我而家採取嘅方向就係將大啲嗰個 base 啦變做細啲。咁結果咧就會變咗做咁啊，呢一個係2啦，咁再除嘅話就變咗做除咗4。跟住下一步咧，我要做嘅咧就會係將成條式乘咗12，結果咧就會變咗做啲咁嘅嘢。然後我就將個3搬翻上去啦。咁跟住因為 log 加 log 就可以合得埋變做乘。最尾咧就會知道佢呢一個叫做5嘅12次方就等於 y 乘 x 嘅3次方，咁 y 就會等於5嘅12次方乘咧 x 嘅負3次方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C。